講起東九龍大型屋苑，點少得麗港城啊？佢係觀塘區規模最大嘅私人屋苑，分4期發展，38座大廈，超過8000個單位。同其他屋苑唔同啦，麗港城4期各有特色。1期望公園綠化景，樓齡最高，大商場會所齊全。2期行去藍田站最近，只需要6至8分鐘。3期有自己嘅專屬會所城中會。4期最接近海邊，部分單位望到維港海景。單位實用面積由517至748平方尺，採鑽石型設計，提供2房、3房同3房1套單位。小學屬48校網，中學屬觀塘區。樓下有麗港公園同海濱花園，休憩空間夠晒大。交通網絡完善，屋苑有巴士總站，多條路線來往港九新界。基座有3個商場，有齊超市、酒樓、各類商店。想行大型商場去觀塘 APM 都只係15分鐘路程。想睇呢區租售樓盤，立即瀏覽 House 730。